正道生命的启明者，请郑牧师。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来求问你，因为阮无愿意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你是世间的光，你讲要有光就光。世间人常常咧找噩梦，但是却也常常生活伫黑暗中。主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的心亲像光晶，你叫醒阮，互阮静静听你的话。你的话一发出就光，你的话要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阮来到你是阮做前，是你的囝儿查某囝，阮要静静听，对你讲，阿爸天父，求你将生命的光点到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一生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台湾新航医的纪念主日，我要用新学教育伊的重点、伊的使命、甲伊的意义，甲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首先，我爱咱在座做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的兄弟姊妹，恁爱斟酌想今仔日的话，因为上帝讲，什么人会当代替我？做恁的囡仔的牧师，咱要怎样管理咱的家庭？做上帝奥妙的管家，将上帝的真道教咱的囡仔。所以启明彰显上帝的话，甲生命的道理，是做父母真要紧的一份。第二，教会存在，伊嘛是带人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，上帝爱万民得救，上帝爱这个世间人拢尽满意。伫咱的门外，还有95%，还有93%的咱的台湾的乡亲，因也未领受上帝话的奥妙。兄弟姊妹，教会的责任就是带人来领受上帝真理的祝福。还有一项就是今仔咱要参与神学教育。神学教育就是咧造就一个，伊将来有能力拍开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话家己讲话，上帝话语的路谱。所以今仔日的神学教育，就是明仔载教会伫讲台侍奉上帝话语的工人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领受一种的使命，叫做启明。启蒙运动是伫欧洲18世纪开始，一个真要紧影响欧洲一个足大的智慧的运动。你若有兴趣知影，恁去Google，恁就会当看到维科百科全书，伊就写着啥物叫做启蒙运动。伊的英语的名叫 Enlightenment， 伊的英语的名意思就是讲，你甲伊点互伊倒，互伊发光。底下有真侪出名的人，一个人是德国的哲学家，叫做康德。其实伊的名叫做伊马瑞利康德，伊的名叫做伊马瑞利，伊的姓叫做康德。这个人不但影响德国族亲，伊嘛影响整个欧洲真要紧的思想。伫18世纪迈进19世纪，伊讲一句真出名的话，伊甲伊的囡仔，甲伊学生讲：勇敢的去求真理。勇敢，就亲像耶稣讲：天国是强的人出去。其实启蒙运动是人类中间真原始，甲咱真接近的。伫人类的历史中间，有真侪伟大的老师，因拢咧做启蒙的运动，包括今仔咱所读的启蒙文，诗篇119篇，伊讲上帝的话一发出就光。上帝若对人讲话，戆人就得到智慧，然后因就通达。通达的意思就亲像上帝将伊
光照伫人的黑暗中间，人就发现伊的生命内底哪里不对劲，这叫做启蒙。关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，因咱的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世间的光。”既然就近我的人，就无搁在生活伫黑暗中。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咱通望咱的心，问咱家己：我做基督徒到今仔日，我的思想敢真正有光照？我做基督徒到今仔日，我敢有真正享受迄种坦荡荡光带我脱离黑暗的关系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对心中有一种敬畏的心，甲咱的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还阁无完全，求你用你的光带我脱离黑暗的关系，然后我才有能力带我的囡仔进入光明的国度。牧师嘛要甲恁讲，你们虽然年轻，但是应该可以有智慧了。所以当你了解少年的时阵，你来甲上帝祷讲：主开我心窍，开我的心，互我有智慧，互我伫今仔日这个少年细汉的年纪中间，我就开始知影，我要追求迄个将来对我的生命有利益，包括课业，包括功课，阁有就是包括上帝以奥妙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家庭出好子孙，恁的囡仔，因的智慧超越恁的智慧，恁唔通嫉妒，恁来感谢上帝讲，感谢上帝，歹德嘛会当出好孙。我唔是讲恁是歹德啊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减无期待一代比一代较好嘛。改变人类上紧的方法，就是教育。你有感觉吗？有真侪双向庄脚，而且做工做农的人，因基本上是过去的一代两代，咱的阿公、咱的阿祖，因的读册机会嘛无。但是咱忽然感觉讲，草地囡仔有一个真有智慧的囡仔，伊认真，忽然有一日伊后来去读册了，伊就交做一个伫社会真有影响力的人。教育会当改变人。但今仔日咱的思会真感动，伫英宏老师的祈祷中间，帮着咱的心。今仔日台湾上好的学校叫做台大，最近一连串发生上优秀的台湾大学的学生，伊嘛跳楼。兄弟姊妹，无论偌济教育程度，人拢有生命的限制。主怜悯咱，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发光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的灯台12架，常常有主耶稣基督的光。伊的英语叫做 enlighten。你若用手机吼，特别是用 Apple 的手机吼，有一种插头，伊咧充电迄个插头是甲人拢无共款的，迄个插头叫做 lighten。伊的意思就是减轻，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发光啊。light 就是光 ，light 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足轻的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一条属灵圣神所赏赐咱充电的线，圣神要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点着咱生命的光。上帝听咱的祈祷，点着恁的囡仔，互咱的囡仔无搁再受这个世间最的迷惑。主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启明的教会，互恁成做一个启明的父母。会当对恁的囡仔讲上帝的话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是你以前的人生拢想象未到的奥妙尊贵。耳孔嘛毋捌听，目睭嘛毋捌看。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这今仔做礼拜了，恁对重新看第2章，搁看第4章，今仔日的经文，恁就要了解讲。
人若毋是上帝，人无在条发光。就亲像迄个蜡条放伫桌顶，伊放10年，迄个蜡条永远无发光。伊需要有一个主人，伊用伊的光来点，迄个蜡条才会发光。咱需要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，咱需要真侪咱的囡仔生命的启明的爸爸妈妈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日礼拜，互咱也参与伫台湾的神学教育，用正教会开力来帮助神学院，造就将来好的传教者，或者传教者会当忠实伫圣经的话会开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世间有甚物种的老师，伊有充足的智慧，包括孔子、孟子，包括亚里士多德，真侪神的这老师，因所做的工作拢是启明的工作。但是这段话记载伫2700年前、2800年前，比西边较慢一点啊。以赛亚，伊讲有甚物人会当用伊的手量天，宇宙有偌大？有甚物人会当用伊的手来量海水？兄弟姊妹，伊最重要咧讲，无人有这种的智慧，独独只有天顶的创造的上帝。因为代表讲，我举捌看你天顶，你所摆的天、月亮甲星星，我忽然就有一个疑问：人是甚物？我为甚物出世？我为甚物活伫这个世间？兄弟姊妹，智慧的源头的上帝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。耶和华意思就是世间的起头，甲世间的落尾，伊无起头无结束，伊就是真理的光，就是智慧的源头。上帝是一个创造者，伊有全然的智慧。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11章33节，也就是今仔日咱的金句。每一摆做礼拜，牧师尽量找旧约、新约，然后一句金句，搁有就是启应文。这是一个规个完整的，要互兄弟姊妹知影讲，无论你读旧约，无论你读新约，拢是同一种的思想，同一种的主题，同一种的应运。罗马书在1章第33节讲，上帝奥妙的智慧甲财物，何等的深沉，深甲亲像海无底，毋知有偌深遐尼深。愿天父上帝将伊奥妙的智慧放伫咱的心内，这就是保罗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是甚物？上帝将伊智慧的神，就放伫人的心内，人就忽然很惊讶。伊讲：上帝，我以前敢拢毋知影，遮尔宝贝的智慧。奥妙这个字，神秘 （mystery） 英语，伊是对希腊语、拉丁语，所以英语咧讲 mystery， 这个奥妙。是人无法度形容的，这个字的字根就是人忽然无话通讲，因为伊看到迄个极大的意象，伫上帝意象、伫上帝智慧的面前，伊就像一个囡仔惊着，然后嘴开开，无话通应答上帝的奥妙。或者你敢知影奥妙就是这个意思？你敢愿意上帝将？伊创造天地以来，伊所蕴藏的奥妙，开你的目睭，互你看见。阿门。所以，阮是愚妄的人，阮是有限的人，阮凭什么伫遐讲三讲四，说三道四？上帝你的话明明写伫遮，但是阮就讲东讲西。阮是什么人？阮减加伫上帝你的话的顶端，南山论断批评嘛。
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囡仔，互恁的囡仔看到异象，做异梦，看到上帝的奥妙，伊忽然感觉讲，这个世间袂当满足我，因为我看到上帝为着我有备的一个异象，我感觉迄个异象实在是真水，就如价值。我忽然感觉讲，我的父母和我的产业，我的老师所教的遐荣华富贵，对我来讲，一点点也不算什么。那所以你敢知影？信仰最大的奥妙就是互人因为上帝的存在，就发现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再也算不了什么。刚才你甲牧师讲，那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，拢互我。因为我就是喜欢荣华富贵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为咱备办的远远超过这些。求天父上帝对恁讲话，抱咱伫迄个行程，咱的教会上要紧就一张相，画伫咱的教会礼拜堂的后壁，代表咱的祈祷的瓦壳，代表咱的祈祷的根据。迄个根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以及耶稣基督要亲像牧者，抱咱伫个形象，互咱有属灵的话，迄个灵粮来养持咱。也即按上帝开喙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我无爱做一个营养不良的基督徒，所以你养持我，用圣洁的属灵的灵粮。改变我的体质，互我有免疫抗体，互我有上帝的能力。兄弟姊妹，无伫夸口你家己的智慧，无伫夸口你家己的主张，就互上帝的主张改变咱的主张，互上帝的念头、上帝的道路来改变咱人生的选择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通来到伊的面前，来领受伊所赏赐咱。在咱人生中间，连求就不要求，连讨都唔知影，迄到底是什么物件？求天父上帝为着恁的听，为着恁的信，为着恁伫上帝面前的脚步，咱无一个人例外，咱拢白白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上帝将伊的稳定放伫咱的中间，所以保罗讲，上帝为着咱有备的，其实就是咧讲起圣神。所以伫哥林多第9节、第2章第9节搁落去11节，保罗讲，独独只有点伫咱心内迄个圣神，独独只有伫咱的心内的圣神，这个保惠师，伊才会当讲明上帝的事。伊才会当开拓上帝的话，伊才会当互戆人通达，通明白人情世事。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互咱因为上帝的话，咱就哑口无言，咱就伫上帝的面前，成做一个有智慧的爸爸妈妈，然后用上帝的意念，用上帝的心意。将恁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是一个真含慢、喙齿钝的人，我无法度甲阮的囡仔讲话，因为我若一讲话，因着理由足济。恁敢有拄到这个问题？咱甲咱的囡仔讲东，伊就讲西。咱这个囡仔出世伫这个真有智慧的世代啊！兄弟姊妹，如果咱若讲袂赢咱的囡仔，毋免惊因。啪啪啪，唔是啦，该带来到上帝面前，唔是用威严，就互恁的囡仔尊敬恁，唔通互恁的囡仔惊恁。兄弟姊妹，爱互咱的囡仔，因为敬畏上帝，因为咱敬畏上帝，所以咱的囡仔嘛看见对世代人迄种的尊敬。求天父上帝对恁的囡仔讲话，恁要正做另外一个康德，康德有一个字，伊讲 dare to know， 勇敢去追求真理、智慧、理性，这就是
启蒙运动带予欧洲真大的祝福。这段真要紧的思想的影响，带欧洲进入19世纪甲20世纪。兄弟，19世纪甲20世纪，敢毋是欧洲的所有文明席卷全世界？因为上帝通过启蒙运动，但兄弟，恁敢知影是什么人影响启蒙运动？真奥妙！启蒙运动的情就是宗教改革。你毋知教会若更新，教会若反省，教会若定心倒到上帝的面前追求，互教会真侪教会，互上帝的话就真侪真理。宗教改革了后的欧洲就遍地开花，因为上帝开始用伊的话点导迄个光。伫宗教改革的时，咱的教会长老教会的创办人开始约翰加文，伊伫日内瓦的讲道中间，伊讲到一篇文章，一篇讲道，伊的题目叫做 "After Darkness, Light"， 就是讲黑夜过后必有光明。伊讲伫这个黑暗的世代、黑暗的世纪，上帝的话若发光，教会就改变。何等的智慧！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若毋是宗教改革，检猜就无有启蒙运动。其实伫全人类的历史中间不断出现，人伫黑暗中咧偷窥，上帝的光就出现。对以赛亚书到今仔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也帮助台湾这个国家。里面咱的囡仔，里面这个社会，和所有台湾人，无搁再伫绝望的中间来结束家己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光通过全台湾逐间教会，遍地发光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真做一个发光的基督徒。每一摆咱读圣经，拢是将古早的故事。讲一摆今仔日的生活，每一摆咱读圣经，拢是用古早的英文变做今仔日的英文。每一摆咱读圣经，拢是别人的故事变做我的故事，变做我家庭的故事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听咱的祈祷。今仔日的金句，罗马书11章33节讲：奥妙深沉，上帝丰富的智慧财物，伊的判断。何其困难测度！上帝的判断是无法度测度。这个判断，这个字，就是等一下咱要读的哥林多前书第4章迄个论断。你论断我，我论断你，人讲东讲西。保罗讲，咱唔通互相论断，咱一切判断应该都要到伫圣经，唔通超出圣经，因为只有上帝审判人。上帝是监察人内心的上帝，人是看外表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通有上帝判断、辨明迄种的智慧的目睭，伊叫 krima， 这个字就是光。上帝互咱有智慧，会通看到黑暗的关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恁真侪有智慧的人。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昨暗的查经班，咱用到一个主题，就是愿主的旨意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问过这个问题？上帝，你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你有什么安排？或者你敢捌问过这个问题？上帝，你伫我的人生中间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旨意？兄弟姊妹，一个未通明白上帝的心意的基督徒的爸爸妈妈，真困难带恁的囡仔明白上帝伫因生命中间的计划。甲你的囡仔做伙追求，上帝对创造天地以来，就已经为着恁备办的。毋是别人，
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祝福。我再讲一摆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为着咱每一个个体单独的人量身定做的祝福。愿咱甲上帝讲阿们。愿咱纯粹双手甲上帝讲，求你赏赐我需要这种的智慧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互恁做启明的爸爸妈妈。咱做伙来建立一间教会，是经互上帝的话讲话的教会。咱做伙同心尊重、尊敬、尊叹上帝的话，咱不打折。然后上帝的话伫这个所在发出伊的光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主日，邀请恁奉献，嘛邀请恁为着咱台湾的三间的新人院，长老教会。当然，毋是干这三间，但是长老教会这三间的新人院是栽培长老教会明仔载的牧师。台湾新人院、玉山新人院、台南新人院，兄弟姊妹，奉献，佮加上带祷，求天父上帝互这新人院的院长老师，因会通造就明仔载的阿波罗，就亲像保罗造就阿波罗。明仔载上帝所要用的工人。今仔日的哥林多前书第4章，牧师要简单讲4句圣经内底的真要紧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恁读去了后，照安尼去读一摆。第一，恁是上帝的管家，毋是干那长老执事，才是上帝的管家。咱通常读着这段话，咱拢想着上帝所讲的，亲像咱今仔拄选了咱顶礼拜所选出来的4个长老、7个执事。保罗讲，恁都要先学习管理恁的家庭，因为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，要怎样也要管理上帝的教会。所以上帝的管家最要紧就是什么？管理上帝奥妙的事。今仔日圣经伫箴言内底讲，上帝的管家就是将上帝奥妙的事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伊讲。人来掠做阮做耶稣基督的执事，也就是上帝奥妙的事的管家。拄则我甲恁讲，迄个上帝的奥秘、神秘 （mystery）， 伊的希腊语叫做 muel， 伊的字根其实就是 mystery。muel 这个字本身就是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毋敢讲我的话，因为上帝伊的奥妙。对这个管家，伊的要求是什么？第2节。伊讲，既然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，上帝对恁的要求就是忠心。忠心这个字叫做 pistis， 嘛叫做 pistos。pistos 常常翻作信、真道。伫新约的圣经内底翻作真道，意思就是讲，恁做忠心的父母，恁就爱用上帝话教恁的囡仔。信，你个另外一个翻译的意思叫做信息。是就是讲是，毋是就是讲毋是。兄弟姊妹，牧师陪恁祈祷，牧师为恁祝福，牧师陪恁祈祷，愿恁真侪上帝话的活水泉，恁所讲出来的话，滴引恁的囡仔，恁所讲出来的话，祝福恁的囡仔，恁所讲出来的话。句句拢是真言，亲像金的苹果放伫迄个银的盘仔顶悬。恁的囡仔要感觉，我的爸爸妈妈讲的话，较遮尔宝贝。上帝给我恁的嘴，互恁开恁的囡仔的目睭，开恁的囡仔的耳孔，开恁的囡仔的心思意念，将恁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。用上帝的话来教因，所以保罗讲治罪会知，伊的意思是讲，恁爱知，恁爱做，毋是讲无人知无人做。伊的意思是讲，
囡仔听上帝的话的爸爸妈妈，恁就要教恁的囡仔尊重上帝的话，甲因明白上帝的事，甲因明白基督徒伫这个世间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伊写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，愿天父上帝提醒咱。第二，伫教会内底减少论断。人有一个本性，就是像赤鸟啊，狗狗叫，遐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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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理由也讲，无理由也讲。保罗伫这个所在咧讲起，伫教会内底只有上帝审判，上帝裁判。伊用迄个字叫做krino，拄则我甲恁用的迄个字判断，共一个字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教会内底有一种的态度，唯有上帝说话算数。伫咱教会中间所有意见的最后的整合，就是上帝做决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日这句话，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3节，当咱受人批评的时，不要生气，因为保罗讲，人对我的论断是小可代志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你的朋友因对你的论断，不要随波起舞、情绪化。因为保罗讲，我是一个有反省的人，唔免人甲我讲东讲西，其实我已经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拢知影，我什么所在是对，什么所在是唔对。保罗讲，人对咱的论断是小可代志，较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上帝安怎看我这个人？所以伊讲，因为安尼，我知独论断我的人、审判我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。兄弟姊妹，上重要，咱爱问一个问题：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你看我是什么种的人？或者我甲恁讲好无？恁感觉恁伫上帝面前，上帝看恁做啥？上帝看恁做宝贝囝儿甲查某囝，知吗？毋是恁的才能，毋是恁的成就，毋是恁的教育程度。上帝看恁做伊的心肝宝贝，所以咱若知，咱就对心来讲。阿爸天父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第三，点伫咱内底心内的圣神，要点到咱心中的灯，要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独只有圣神。兄弟姊妹爱清洁咱的心，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。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，清洁你的内心。圣神就要充满你。一个无清洁的心的人，真困难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这句话，甲恁讲，伫世界的末日，主若来，上帝讲，我要照明黑暗中的温情。要伫恁的生命中间彰显恁的心思意念，显明这个字叫 lighten， 佮加一个 en 叫做 enlighten，en 带英语是啥物？互你 ，en 就是给你，给你什么？给你发光的生命的活水泉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主祷讲阿们。做我的生命内底需要，你用光照我暗中的温情，也即上帝话对咱讲话。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都有一个隐藏的黑暗的角落，免否认。每一个人伫生命中间都有一种灵命甲道德的黑暗，唔敢互人知，羞愧、见笑。
愿天父上帝医治我们，愿天父上帝洁净我们，愿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的保惠，搁一摆甲咱做清气的心，互咱内面有正直的心。这就是上帝讲，我要照伫黑暗中将我的光照明伫黑暗中的百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最后兄弟姊妹会记得认真读圣经，因为上帝话要做你脚前的灯，做你路上的光。有一日你若认真读圣经，你要忽然发现，你所读的圣经、查经、灵修所得到的，甚至大大超过牧师伫讲道中间对恁的分享。兄弟，做一个家己食饭的基督徒，毋是我搁别人养饲的基督徒。当你认真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献开圣经的时，你要发现，你个人的灵修，甚至伊的收获超过牧师伫讲道中间的分享。愿上帝祝福咱，讲会听的，拢平平伫上帝的话得到造就。伊伫遮讲，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载，意思就是所有你的想法，所有你的主张，拢毋通逾越超过圣经内底的话。上帝的话就是一个原则标准，就是一个价值观念。有人讲，信基督教真麻烦，限这东限这山。是，信基督教是就是安尼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愿上帝用伊的话带恁进入尊贵的天国。上帝为着咱备办的，是大大超过咱伫世间所咧追求的荣华富贵。主甲咱撒卡伫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世间的光，享受光的上帝，求你光照我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老人有愿望，互少年人有意向，互教会有活命甲真理。所以，阮感谢你对阮讲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教会甲阮的家庭，拢仰望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设立教会的纪念主日，互阮今仔日有份伫台湾新学院新学教育的需要。主，我们伫你的面前来参与新学教育这个使命，求你互阮通过代祷奉献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